膝蓋行路唔通，上落樓梯痛係點樣回事？關節疼痛被稱為不死嘅癌症，亦係中老年人常見嘅問題。而上落樓梯疼痛就係骨性關節炎嘅典型表現。我哋嘅關節軟骨喺30歲嘅時候就開始發生蛻變，到咗60歲以上，骨性關節炎嘅發病率可以達到80%以上。骨關節炎係一種退行性疾病，佢嘅主要症狀係關節疼痛。啱開始時，經常發生喺早上，關節腫脹，活動受限。遇到關節疼痛，常用嘅治療方法為打針消炎、食止痛藥。大家都知道食藥對肝腎都唔好，而且有一定嘅依賴性。關節骨骼有問題，我哋都會諗到補充鈣質。有人認為補鈣可以防治關節炎，其實呢個係個誤區。實際上，補鈣係能有效咁預防骨質疏鬆，而非關節發炎。關節疼痛係因為關節軟骨受損引發疼痛嘅，最好嘅建議就係減少關節活動量，以避免關節嘅進一步磨損。唔做劇烈活動，唔爬山，盡量少上落樓梯，並且唔好做下蹲嘅動作，減少關節承受嘅壓力。攞嘢最好唔好超過3公斤，亦唔好爬高搬重物，以免加重關節損傷。注意保暖，因為天氣潮冷，經常會加重問題。戒口，少食酸辣，做復健，藥物治療。早中期或輕中度嘅關節疼痛，可以服用關節活素膠囊，觀察半個月，如有效，可長期或間斷服用。權威關節活素嘅9種主要配製為鹽酸葡萄糖胺、硫酸軟骨素、甲基硫烯甲烷、2型膠原蛋白、巴戟天、淫羊藿、接骨木、骨碎寶、薑黃。補充葡萄糖胺可以刺激受傷嘅軟骨組織開始進行重建嘅工作，亦能促進軟骨組織嘅新陳代謝，以預防退化嘅發生。葡萄糖胺若加上軟骨素時，會產生相輔相成嘅作用。硫酸軟骨素大量集中喺關節嘅軟骨中，可以使軟骨細胞保有足夠嘅水分，而達到緩衝潤滑嘅作用，並藉由建造軟骨所需嘅膠原蛋白，促使逐漸流失嘅軟骨獲得新生。因此，葡萄糖胺同硫酸軟骨素兩種成分並用，唔單止可以減輕骨關節疼痛症狀，更可幫助關節代謝正常化，改善關節嘅活動功能，並增加骨質致密度同堅硬度，降低血清尿酸值，治療痛風，預防及發生痛風發作嘅症狀。MSM 俗稱有機硫，係一種天然嘅鎮痛劑，有消炎同止痛嘅效能，並且較為安全。佢能減輕關節嘅炎症，保護關節唔被破壞。兩項臨床研究證明 MSM 有助改善骨關節炎患者嘅生活素質，可改善部分症狀，如關節疼痛、僵硬等。2型膠原蛋白係人體關節軟骨、後軟骨同骨小梁嘅主要成分。骨骼有機物中有70%到86%係骨膠原，骨膠原亦係組成人體肌肉、皮膚嘅重要成分，對於保持骨骼嘅韌性、人體運動嘅協調性及皮膚嘅彈性有好大幫助。巴戟天、淫羊藿、接骨木、骨碎寶同薑黃等5種草本植物組合，可以使各原料功效協同，進而產生良好嘅功效。巴戟天喺傳統醫藥上用嚟健骨補腎、消腫止痛、治療骨質疏鬆及股骨頭壞死等骨科疾病，具有明顯嘅抗炎止痛作用，可以治療關節炎症，促進骨質合成，減少骨溶解，預防骨質疏鬆、後骨折嘅發生。淫羊藿具有補腎壯陽、益精健骨之功效，對痛風性關節炎具有防治作用，包括急性痛風性關節炎同慢性痛風性關節炎。淫羊藿嘅作用廣泛，如對心血管系統、中樞神經系統、血液系統、免疫系統、抗炎、抗骨質疏鬆、抗衰老等均有作用。接骨木具止痛同消炎作用，主治風濕性關節炎、跌打損傷、骨折、痛風、大骨折病、水腫等。骨碎寶具有補腎壯骨、逐傷止痛等功效，
常用於治療腎虛腰痛、耳鳴耳聾、牙齒鬆動、跌撲閃挫、筋骨折傷。現代研究證明，骨碎補能促進蛋白多糖合成，促進骨對鈣嘅吸收，提高血鈣同血磷水平，有利於骨嘅鈣化及骨折愈合，推遲骨細胞嘅退行性病變。薑黃傳統中醫用於風濕肩臂疼痛、關節跌打腫痛等。研究表明，薑黃具有抗痛風同抑制阿爾法葡萄糖苷酶作用，通過抑制尿酸生成同促進尿酸排泄嘅雙重途徑，而達到降低血清尿酸。目前權威關節活素喺新加坡各大中醫藥行均有出售，售價新幣48蚊。詢問電話65625526，65625526。